即马有愈来愈侪庙寺拢无咧烧金纸，伫咧高雄义兴堂的关帝庙，伊是推广用米来代替金纸，甲这白米送互弱势家庭。另外，这庙方也甲灯区拢总换做 LED， 一炉一张香，兼顾环保甲实用。 民众迎香跪拜，祈求生命保庇。不过拜了煞无摕金纸去烧，颠倒是摕米来代替金纸。这是高雄义兴堂为着环保推动的用米来代替金纸。目前大部分信徒拢会当接收。其实庙方伫3档前就实施用手机纳钱，原本5个香炉减少剩2个，阁有1支炉1支香。不过安尼做法也是有人有无同看法。 拜拜变成一种空屋，可是相反的，我反而会觉得那些工厂、那些空屋，反而是我们更该重视的。我是觉得说传统文化还是要延续下去。感觉即马安尼庙寺安尼会使做这节能减碳，真正是对台湾的这款环境会愈来愈好。 主委表示讲，以这种环保的方式拜神明，少年人会当接受，有一寡时代也是无法度接受拜拜无烧金纸，不过拢会尊重。为了改善空气污染，庙方嘛甲灯具拢换做 LED 的电火，阁有加装太阳能板，除了环保，电池嘛减一半。这金纸这个部分，因为讲这是要烧神明的，所以讲因感觉若烧。 对因来讲嘛较安心啦。这个寺庙伊嘛认知吼，这个正灵政策吼是真好的政策所以讲这个推萨的过程当中目前无啥物困难啦。民政局表示讲，市府推萨加炭环保的庙宇，高雄市拢总1500间的庙，已经有30间庙宇配合节能减碳。望阁较侪信徒了解，减碳拜拜，唔若保留传统，政治方面嘛对得着时代。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